参尾人介绍，家己种的树仔甲花草，水甲会使外销出口。啊，毋过，你敢捌甲夹落来，甲草水水下伫恁兜？真侪人透过手机甲相机的镜头，翕互水水下伫网络顶头，帮咱参尾宣传行销。所以愈来愈侪人放假就来佚佗、打卡、拍照。参尾人家己感觉无啥笑，毋过外口人却感觉参尾真水真流。参尾休闲农业区伫今年就要通过啊，咱家己就爱会晓。过去日头骹生产加工流汗的石头，观念若转变，就会使加减趁着观光客的这条。咱这地的人自少年就足侪出头，嘛总是互顶一地的是大人骂，啊变变遐的无效。因总是勤俭拍拼，毋惊日头。啊，毋过，毋是咱惊草干办大楼，只是咱知影新的观念已经铺头，教人佚佗嘛会使变做趁钱的石头。阮即摆毋是伫宣传宗教，嘛毋是伫做直销，只是要甲你做伙，来互观念变巧，为改变观念、改变环境、改变砖头。参尾明天才会更好。下一代的少年人才愿意转来，毋免阁出外趁食拍拍照。阮是参尾休闲农业协会，邀请你甲阮做伙来拍拼。